插座开关那个盖的片呢，下面那个，你看那个锁螺丝的地方断掉坏掉，那怎么补救呢？三种方案，最左上方那个叫猪耳朵，你看好像用铁线绕成像那个弹簧那个样子，上下各有一个圆圈是可以折成圆圈的样子，是可以固定螺丝的。底下要先钻孔，然后有螺丝穿过那个圈圈，然后固定锁住。中间那个叫固定片，它4个角落的本来都有突出那个长长的薄片，然后中间有空隙的，像4个角落弯下去，然后也是要先钻孔，然后再用螺丝然后钻进去固定。然后这个固定片，你看左右端都有一个大圆孔，就可以穿螺丝，穿过螺丝固定。最左下角那个叫固定器，你看那个里面有那个螺丝可以旋转调整长度，你看调整长度来顶住那个左右前后呢，顶住以后中间有一个洞，就可以锁螺丝用了。开关插座那个上面的盖子盖上去，然后你那个锁螺丝的孔就可以锁螺丝用了。